盐水护壁宫南行36庄，天中午来到烂头港、地头港。先绕，然后北边的桥那边进了，然后往西边呢绕村庄外圈，然后绕南边，到我家门前这边。哦，你看那个叶子那么茂盛，那个是山药，然后再进去那个是肉梨，在右边那个是。肉神花。哦，这张老师的家，地头港国小，以前叫荷兰国小，张老师的家，现重复，按重新，换线要按重新连线。哦，这叫鸡蛋花，好香啊！哦，好香，鸡蛋花。哦，这什么植物？香蕉，哦，看到香蕉，香蕉，香蕉长得这么好。早上有下雨了。哦，鸡蛋花也有红色的，嫩的哈，香的哈，好香。这是啊，嘿嘿。
这种封号，唐朝历史上名将，你可以，有洪兆国风，大将风范。神教剑山，还有南极仙翁的比山啊，那个叫比山啊，比山。绕剑活动。前进喽，前进啦！上来开车，上来开，上来开车哟！谢。他们看啊，他们祝贺你等哪里？有祝贺你等哪里？大家较早食饭的辛苦。请。要往东边去啊，村庄的东边。
放逸舞在地上，让神教经过。走路就脚会痛啊，走那么多小时，酸痛，所以走路走得慢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哈哈哈。你看，哦，你看，放那个义舞的，放义舞就是要让神。放义舞就是要让神经过。哦，不行，先从南边过去呢，先从南边过去，再绕上北边。哦，这个村庄。哦，这样要放跑了，还看多一下。哈哈哈！
办法，没办法。好先。越描越黑呢。啊。你唔驚佢啊？我同你講。我有㗎。係啊，你交咗嚟班啊？真係怪啊！横校正头哟，那往南边了，你看南边呢，你看到往南边往下营的方向，然后到周昌海老师的家门口那边，再转向北到东边，然后再走那个堤防道路那边，然后在堤防道路附近呢，然后再往那村里面的庙敬天宫去，中午在敬天宫休息。河床有宋港观、宋江观那边。是。哦，赞。哦，买炒水哦，买炒水啊。有，马上做水饺。哦，感恩。好啊，要小刚2分1。对，我是用机器。我是主攻啊，自愿的。有，上坡了，我你好，张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哪哥啊？我哪哥哩？我三哥啊。还有张什么村啊？张义村啊，张胜村。张胜村。张胜村是恁啥？张胜村是恁。我哥啦，见你爹啊，张胜村在地。在。謝，感恩。大家公園感恩啊，謝謝啊。这什么花？很美，藤类的。哦。绕到右边，第二。然后香蕉呢哈。
那么多哦，鸡蛋花，鸡蛋花，叫人花，叫人花，水哦，哎呀，弄叫卡死了。对方怎样？我操，跑这怎么不搞错？这人叫车辆，现在到那个庙那边。他没有电不能直播，赶快看，看看车子能不能开过。哦，这龙会了，这个地头港南跑上龙会这边。哦，国小的地头港国小，以前叫河南国小，河南国小那边。大家好，还好啊，还好。哎，哦，你看，干嘛哟？在干嘛嘛？相信背啊，那容易啊。哎呀，回到那个晋天宫那边了。哦，要请客，哈哈哈。火龙果，你看火龙果还有还结果了哟，果嘞。哦，这个叶子是山药的叶子。快到了庙。哦，
三千万，有无也无治的啦，有无也无治，有无也无治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啦。等用弯下，弯五条啊诶，五条是伫个换来遐呢，等用弯。五条条换来哦，五条换来。礼拜都唔浸水，佢響跳。禮拜浸水吼，安怎足早就出來啊呢？我因為是講禮拜咁啊。因為那很少啲水去叫。你6點才出來呢？咁咪6點。係哦。係啊啦。人而家咧等啊呢，叫一個人咧等啊，係。好啦，大好你，謝謝啊，我第三日啊，3月2號。去年的了，去年。
去年的活动。今天也是盐水户闭工，盐水户闭工。来参拜，先向外参拜。
鞭炮声，鞭炮。神教正头快到了，神教正头快到了，大家都在等待。到了楼下迎接，高的位置，到楼下迎接。李荣就是所谓的慈母千岁。见天高，主神代天行善，观音佛祖6千岁，慈母千岁。文衡圣帝就是关圣帝君，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公，祝生娘娘就是陈静姑啊，神姑，如何正神？聊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。直播忘记了。我在看。